会跳舞。会唱陶喆，规个拢做紧张。他们讲是因为阮大学的时阵，阮读钢琴校，搁甘班，迄阵拄仔有活动，想讲组一个团来耍，就安尼人的啊。阮兜开海产档，嘛有我之前嘛有跳观众秀，嘛有甲观众秀的物件写入去，嘛有一寡较正题的物件，但是嘛无写到做明显，把它变做简歌安尼。海产就是咱台湾的物件，你伫国外是无法度食到即种热潮的。我想，迄气氛啊，敢若伫咧咱台湾有，咱就甲即个物件写做歌。因为我感觉即条上会使代表阮规个团的感觉，搁嘛是包括讲我的背景，就是讲厝邻开海产档嘛，自细汉就是一直伫即个环境内底，安尼到大汉，所以就感觉讲，即条歌对我来讲真重要。咱团员6回拢嘛伫咧海产档。系啊，阿里槟榔西施哦，曲风格很好玩，足趣味的。伊以前无写过即种歌啦，就较无共，就较好耍。阿嬷拢会来看咱表演，咱有请阿嬷上来跳过啦。就是有请阿嬷客串一下，伊嘛唱一段，伊嘛我唱一段，就轻松。就轻松的啊，轻松多。我是一直想讲，该使个点来，卖出谁？台币61盒，赞！